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靈修題目為同一個主同一個家。經文係以弗所書第2章14至到18節。經文咁樣講：因他使我們和睦，將兩下合而為一，拆毀了中間隔斷嘅牆，而且以自己嘅身體廢掉冤仇，就是那記在律法書上的規條，為要將兩下藉住自己造成一個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，便藉着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了，並且來傳和平嘅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，也給那近處的人。因為我們兩下藉着他被一個聖靈所感，得以進到父面前。其實今日保羅喺經文入邊提到嘅兩下，指嘅就係猶太人同埋外邦人。喺嗰陣時候呢，猶太人認為自己先係神嘅選民啦，遵行律法啦，而佢哋呢覺得外邦人呢係不潔嘅，冇份於神嘅國度入邊。呢一種嘅屬靈文化律法書上嘅隔閡，就係好似一道好厚好厚嘅牆咁，使人同人之間充滿咗敵意同埋隔離。但係主耶穌藉住十字架拆毀咗呢一埲牆，佢不但使猶太人同外邦人喺佢入邊可以成為一個新人，更使雙方歸為一體，同時進入神嘅同在入邊。呢一個新嘅群體，今日我哋稱佢為教會，一個以基督為元首，以聖靈為連結，以和平為本質嘅身體。保羅喺成本書以弗所書入邊多次強調呢一個真理。喺3章6節，佢話外邦人同為後節同為一體。4章3節呼籲信徒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嘅心，合而為一嘅心。喺4章4節、4章13節又再重複，教會只係一個身體，一個聖靈，一個指望，一個主，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只要我哋唔去信奉異端，唔去離棄聖經嘅真理，我哋相信三位一體嘅神，我哋努力嘅去信服聖經嘅教導、聖靈嘅指引，其實喺神眼中，所有真正去信靠基督嘅信徒同埋教會，就係一個教會。神喺佢嘅施恩寶座上面望落嚟，地上面佢睇到嘅唔係地上面嘅教派名稱或者組織嘅形式，而係我哋是否屬於基督，是否跟隨聖經教導，被聖靈連結喺佢嘅身體入邊。所以今日教會嘅應用係乜嘢呢？其實當然我哋唔再面對猶太人同外邦人之間嘅界線啦，但係今日教會面對嘅呢，可能係因為好多文化背景唔同啦、語言唔同啦、觀念啦，甚至乎係傳統嘅差異啦。有啲可能比較傳統啦，有啲可能比較新式啦，而產生嘅誤會同埋隔閡。聖經其實提醒我哋呢，無論我哋嘅背景唔同，又如何呢？係嘛？基督先至係教會唯一嘅元首，我哋喺佢入邊係一個身體，一同去承擔使命。喺呢個多元嘅文化、多元地點嘅教會入邊呢，我哋更加需要喺愛同埋真理入邊去彼此連結。更加需要學習尊重、包容、同心同行。其實呢，無論係一會多堂嘅架構，或者係強調地方教會自治嘅模式，只要係以基督為元首，忠心嘅去信服聖靈嘅帶領，都係合乎聖經值得肯定嘅做法。教會嘅形式可以係因地制宜，但係合一同埋見證基督嘅使命卻係一致嘅。當我哋回顧呢個教會歷史嘅時候呢，我哋會發現早期嘅教會呢，都係喺極大嘅挑戰入邊堅持咗以基督為中心，不依靠外在勢力，而依靠聖靈嘅引導前行。呢一段歷史提醒我哋，無論我哋身處邊一個世代，喺邊一個城市傳福音，邊一間教會，無論我哋係屬於邊一個機構，唯有緊緊連於元首基督，教會先至可以健康成長，見證神嘅榮耀。讓我哋一齊嚟到去默想同埋禱告啊！我哋一齊去問一問我哋自己，喺我哋嘅生活入邊，我哋係尊重自己嘅 value， 我哋自己嘅 preference 多啲啊，定係我哋忠於基督嘅教導多啲呢？
我哋係咪尊重並且維護教會喺基督入邊嘅自由同埋合一呢？我哋都要尊重自由嘅，唔係淨係合一。我哋一齊去思考呢個問題，我哋一齊禱告啊！在天嘅父親，感謝你派你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哋受苦，為我哋拆毀咗呢個隔斷嘅牆，使我哋可以喺你入邊成為一個新人，一個身體。求你繼續教導我哋，天父爸爸，唔好俾我哋嘅罪攔阻我哋，叫我哋常存謙卑嘅心，愛你嘅心，愛人嘅心，敬畏你嘅心，以基督為首，珍惜教會嘅合一同埋自由。願你嘅教會喺地上能夠真正彰顯你嘅榮耀，直到你再返嚟嗰一日，你可以稱我哋為有良善、有忠心嘅僕人。感謝天父爸爸，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們。